由台城幼儿园早来温馨又搁活泼舞蹈表演，为台南市南区114年度模范母亲表演活动揭开序幕。今年10位获表扬妈妈是由你办公室以及社区发展协会所来推荐，分别是郭景珠、邱阿贵、朱成金、张尤秀楼、陈美芝、苏燕锦、林美丽、吴国春、张陈月花、方陈秀英、王素慧等10位模范母亲。好，微笑，妈妈在前面哦。今天是我们南区母亲节的一个表扬活动。那这一次透过你办公处跟社区，一共推派了11位伟大的妈妈，今天要受理表扬。那最高领包括我们在心里的朱妈妈。那我想每一位妈妈都非常的辛苦。那通过这样子一个活动，那在这边特别感谢所有天下伟大的妈妈，大家辛苦了。那今年我们已经是第5年跟静心画艺设计王总监合作，那长期5年来，我想王总监对我们的活动都非常的一个支持。今年的母亲节表扬活动，慈利时尚美学管理协会、景星新奇公司、深成企业顾问有限公司也来小庭赞助礼品。尤其景星新奇更是连续5档提供精美实用礼物，送给每一位伟大妈妈。配合表扬模范母亲呢，我们今天也结合我们中华医师科大医美保健系的学生跟老师呢，来一起帮我们协助，来帮我们区公所的表扬妈妈他们先化妆，然后也有我们这次的协会也赞助一些我们妈妈的礼盒，好像一些花艺啦、花篮啦那些保养品给妈妈带回去能够漂亮，然后水当当。为了让妈妈装水水上台领奖，公所也请来华医科大生医美容保健科系师生为妈妈来化妆。模范母亲朱成英甚至讲，距离伊顶摆化妆已经是60当前，看到家己变甲遐尔水，也互伊特别欢喜。你今有人帮你化妆哦？敢有？大家化无，我唔捌得化妆。唔捌你化啊？化甲安尼有水无？你感觉有水无？有啊。欢喜啦吼，足久无化啊吼。足久无化，从家到今仔日。哦啊，自家到即马有几档啊？这站都80几啦，我足侪档啦，我靠，一家子啊，安尼。对啦，今天很开心能够跟南区区公所还有慈利协会来进行一个合作。那我们带学生来参加这个别具意义的母亲节表扬的一个活动。我们希望学生可以利用他在学校所学习到的专业，然后让这些辛苦又伟大的妈妈们能够在属于他们的舞台上展现亮丽的一面。区长肖秀华表示，每年公所精心规划母亲节表扬活动，感谢所有母亲对着家庭以及社会付出的慈爱，同时也传达感恩的心，并增进家庭互动感情。希望大家爱会记得关心家中的长辈，也祝贺天下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